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22章，愛是最大誡命。耶穌說：天國好像王為兒子擺設婚宴，受邀的不來，甚至殺害僕人。王大怒，就差僕人到大路上，凡遇見的都召來。他看見一人沒有穿禮服，就說：朋友，你怎麼不穿禮服？那人就被丟到外面的黑暗裏，因為被召的人多，選上的人少。法利賽人問：納稅給該撒可以嗎？耶穌說：這像和這號是誰的？他們說：該撒的。耶穌說：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，神的物當歸給神。法利賽人又問：律法中哪一條誡命是最重要的呢？耶穌說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